乡亲啊，讲最近全台湾拢欠卵，也毋过艺人炎亚纶伫个面册内表示，讲伊逐工也是有食着卵，莫非是有心人士伫扰乱，调故伊讲卵无够。也毋过卖沙场的头家讲因为欠卵，所以卵起大价。以前一箱是700块，即摆一箱爱1200块，叫3箱嘛，甲咱2箱根本就无够。咱南部的记者嘛是伫到高雄的香港市场去看到这个单位确实是也有卵通卖，也毋过青鸡卵拢已经卖了咯，敢若剩部分的红仁鸡卵。有乡亲真正是走几啊间才买着卵搬商是咧表示讲，这南部本地是生产鸡卵的大宗，但是最近中部甲北部的卵无够，来南部抢卵，所以南部的卵嘛因为抢货来起价。单位头前人客一个接一个来，大家就惊收我来会抢无鸡卵。这买看有加买偌？我们价得啊！你现在就不要分说有什么低的高的啦，就是有就好了。高雄香港市场下早就有人来买卵，有人一买就是几啊袋，有人讲走几啊片就是找无鸡卵。我们现在呢在卖鸡蛋的摊贩，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不少的这个篮子里面的鸡蛋都已经空空如也了。大话讲，最近确实鸡卵较少，青鸡卵软已经互抢了，港剩红仁鸡卵。嘿啦，是数量较少尔啦，啊是要买还好啦，少当然就是你若较挖出来就买无啊。不过价钱炎亚纶伫咧卖种也发现，我最近逐工拢食卵，敢是反价咧？就挑工的哪会去家己口罩，才来讲全台湾拢无钱咧？经体欠卵含卵价起价，是有心人士挑工伫咧查这个话题。北部的店家或者蛋商已经在我们南部的机场开价开到1箱1100元，他们大多都是直接跟机场挖蛋的，蛋商应该是很少会出蛋，没有蛋可以出了。官商讲南部本来是鸡卵大找所在，不过最近因为北部欠卵，北部的官商拢来到南部找卵，嘛有南部对咧欠卵，计数对咧起，加上南部鸡卵供应量较晏，不过民众若是想要食到卵，嘛是有通买到啦。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